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7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华航为着病，印尼技师厝内的人嘛为着病，本土病例又搁增加一例，嘛搁验到3名技师血清抗体是阳性。为了提高生育率，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要增加公费产检的补助，扩大不孕症的补助对象。代替的新局长杜眉今仔正式上任，杜眉表示会拍拼来达成3党内底代替企业化的目标。新闻车先来看，咱国内今仔日又搁增加1名本土病例，各5名境外移入的病例。这个本土病例是伫澳洲验到病毒的印尼技师伊厝内底的人。昨指挥中心针对机组人员扩大采检哦，各有3名技师嘛验到血清抗体是阳性。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今天我们有新增2例境外移入的病例，那同时还有3例是搭着船员的进来的一个 COVID-19 的一个病例。那它是我们昨天公布2例船舶发现的病例的同船的船员啊，这里面总共因此呢这艘船里头总共有5个人已经确诊了。我们今天还有新增的1例本土的 COVID-19 的病例它是我们按1090的同住家人。此外呢，那我们对于航空公司某家航空公司对1227名机师进行采检，到目前为止的话血清抗体已经检验了934名，那其中925名它是阴性，那其中6个它是血清反应是阳性，那3名还在检验当中。那发现有阳性的有6位哦，其中有3位是曾经确诊的个案哦。那另外有新增3例的阳性的这个血清抗体的部分哦。那这个都是这3位他们核酸检测都是阴性，但是他们的 IgM 阴性 ，IgG 都是阳性哦。所以看起来这3位应该都是过去几个月前都已经感染了所以我们会针对他就是过去的一个比较长期的执行的非常飞航记录，还有这个同行的这个机组员进行疫调。台湾科技大学因为有65名老师佮有学生要甲为着病华航技师同一天去过台北清净寺，考虑到学生的健康，台科大今仔宣布讲，今仔开始学校要停课1礼拜，改用网络来上课。那我们现在想说，要不然就让大家安心一点。我们请教授尽量是用那个就线上上课这样。那校园里面其实是安全的，没什么问题啊。我们知道消息以后马上联络厂商嘛，所以礼拜天就全校消毒。那全校消毒，因为导致老师的研究室里面呢不是很方便进去，学生寝室我们本来也觉得不是很方便进去，所以后来我们是到26号。就进去用用漂白水重新再消毒过一遍。台科大第2嘛已经要求65名的老师学生唔通来学校用网络来上课，嘛对学校大消毒。今仔宣布讲，全学校差不多有1万外的学生5月初3之前先停课，改用网络上课。台湾大学系统包括台大佮台师大，敢要停课。台大是表示，目前是了解学校有12个学生，嘛有同齐去过清净寺，因嘛目前咧自主健康管理要改做线上上课，唔通来学校。其他的学生同款是会使去学校上课。再来看华航技师，伫1礼拜内底，就有9个技师为着病，感染源是阁还未找到。疫情指挥中心昨扩大采检华航1200多位飞机的技师，嘛派报警佮护理人员进驻华航的检疫场所。有退休的技师是讲飞长途的技师会伫外站过暝，嘛一定会接触到外国人要做好防疫是真困难。报警甲护理人员进驻了后，不少华航技师工作结束，就马上由专车送到饭店做3天的居家检疫。卫福部的桃园病院也为即麦开始伫华航横区设临时医疗站，提供采检、抽血、加做疫苗。因为华航1礼拜内已经有9位技师检疫，而且分别属于4个不同款的机队，全部拢是长途航线。目前感染源也阁爱调查。有退役技师表示，
长途航线技师伫外站会过暝加接触外籍人士，要做好防疫真是真困难。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上一个房客，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房屋的清洁人员，他们是不是真的很有用心来做防疫工作？他其实只要有一个不小心，比方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是说手没有戴手套，就摸到了什么，就刚好你又住进这个房间，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染疫的风险？另外，卫福部长陈时中也第一摆证实，这一个筹备疫苗护照的可能。未来只要做完2剂新冠疫苗，而且 PCR 核酸检验阴性，能减少国家检疫的天数。国内专家表示乐观其成，不过建议要加减抗体浓度，才知疫苗的保护效果。你确实打过疫苗2剂，而且你确实证明你有产生很好的抗体，那基本上这是你自由活动最大的一个凭借了。大概全世界都会根据这个原则去操作。指挥中心表示，已经扩大采检，华航1200外位会议技师借此了解整体感染的情形。另外，疫苗护照实施的细节也搁要讨论，初步会采取小规模试办，无超过100人，相近在5月中就会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望讲黄酸雨会使来解决可患的问题哦，也毋过可能爱搁等1个月。气象专家是指出，爱等西南季风进入南海，才会开始黄酸雨季。目前观察爱等5月21到6月7哦，才有黄酸雨的条件。也毋过雨水多还是少，嘛是爱看天公伯的面色。全台水库水情无好，蓄水率比20%较低，全台超过12个，尤其中南部上严重。26日下晡，水利署探山区中岛过后对流形成，伫十文水库附近做人工净化作业，希望水库集水区沿有水会当入来。旱象难解，全台水情无乐观。气象专家分析，水库解水大，还是要靠梅雨季。分析梅雨季主要3大环境特征，首先是太平洋高压势力退出南海。第二是缅甸雨季开始驱动西南季风，上重要是西南季风进入南海，3项指标拢要有。这样的环境的建立可能会落在5月21号前后左右，一直到整个6月1号。根据气象专家表示，最近28、29会有一波移动性锋面路南，中部以北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另外，梅雨季恐计还阁等一个，强调5月7日到7、5，伫福建北部有锋面，有机会正做第一波黄酸雨的锋面。不过初步看起来，受变强太平洋高压影响，结果不理想。恐计真正的黄酸雨锋面形成，上紧要到5月21到6月7日之间，才会出现连续性较明显的落雨。5月初以后，在华南地区，像3号、4号、5号、6号，事实上都有一波波的锋面在形成。随着太平洋高压到时候未来的强度，会不会让锋面真的有机会影响到我们的陆地？气象局都要持续的观察。气象专家也烦恼，今年梅雨季可能阁是一波的落雨。目前有个少雨的几率较大，假使黄酸雨落雨不够，就可能往望风台入境，而且还是要炸入西南气流的风台，这样解决台湾的欠水问题。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日本做风台关西机场无法度起降，有几千人调伫机场。外界当时是批评讲，咱国的外交人员真无才调。后来台办办事处的处长苏启成自杀。迄当时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是批评讲，是助理代表谢中庭逼死苏启成。谢中庭嘛提出告诉，要求赔偿100万。今仔法院宣判谢中庭败诉，罗志强毋免赔钱。前台办办事处处长苏启成，2018年2月因为日本关西机场事件误轮自杀。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当时伫面册批评驻日代表谢中庭逼死苏启成，和谢中庭不满提告，要求赔偿100万。台北地院27判谢中庭败诉，罗志强免赔，会当上诉。感谢法院哈，那么在这一次的苏启成的冤死这个案件当中，做出了公正的裁判。法院指出，这款言论内容甲公共利益有关系，应该属于善意发表适当评论，而且并无构成对谢中庭名誉的不法侵害，所以判决败诉。最近谢中庭更加因为核废水议题引起争议，国民党团要求外交部调回谢中庭办事到立法院报告接受批准。谢中庭回应讲，
若讲立法院来公文，一定会登去。不过国民党团表示，顶礼拜五立法院就已经将公文送予外交部。上礼拜5就发了，礼拜4他如果不来，我们一定会有其他的动作。外交泡泡适用的对象是外国重要的访宾、高阶的政府官员来访问我国之用，这不适用于本国的公务人员。对国民党团要求采用外交专案模式，和谢长廷专机回台。外交部回应，外交专案只适用外交来宾，外交部当前并无法度免除相关防疫措施。外交国防委员会调委廖婉如表示，实施并顺有难度，也是希望谢长廷回台，不排除将议程搁延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的新局长杜美，今仔正式上任。杜美表示，会拍拼来达成3档内底和台铁企业化的目标。交通部长王国材嘛，望讲台铁的改革一定爱成功，嘛强调讲企业化了后，员工的福利会提升。让我们一起向0402第408次列车事故罹难伙伴及乘客表达哀悼之意。台铁新任局长交接典礼进行，全体人员站起来为泰鲁高号事故罹难者默哀30秒。台铁空3个月，局长职务由杜美正式接任，伊承诺会努力完成交通部的3年来企业化目标，以安全为主要任务，彻底改革台铁。在转型这件事上呢，一定是获得劳资的共识之下我们才往前来推进。但是也跟部长报告，部长给我们的期限，我们一定会完成。伊表示，要推动台铁改革，在行车安全甲工地安全马上建立改善机制，全面防止空碰。但前港交人的交通部长王国材伫致辞透露，当年求学期间，伊老爸就勉励伊去考台铁，就知影台铁已经是台湾人心中的梦幻工作。望台铁改革了后，会重视个人的信心。另外，台铁甲其他国营企业比起来，大幅是较低。王国材表示，未来朝企业化经营，员工福利自然对提悬。如果企业化本质有成，员工的福利还会增加。这是我今天跟大家报告。那这个过去在像我们的邮政公司，像我们的机场公司，事实上上次2位以上都谈到，他们转型以后收入都增加了。另外，在台铁财务改革部分，王国材表示，政府未来会对台铁偏远小站了钱甲固济退付提拨做补贴，每年补贴金额差不多是59亿，来减轻台铁负担。另外，台铁也要透过资产活化来增加收入。未来交通部已经要求台铁新建工程由铁道局来接手，主要是让台铁用地专注营运甲养护提升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后面章，正是讲已经对阿斯特捷利康药厂提出告诉，因为药厂无照合约准时交货。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嘛准备要第3集要来评估莫德纳疫苗敢会使紧急使用，互各国会使来缩低现在的停输。因为迟迟无法度履行合约承诺，准时交付应该有的疫苗数量。后边执委会1日后证实，已经伫顶礼拜对阿斯特捷利康公司提告，27个会员国拢支持这项决定。The Commission has started last Friday a legal action against the company AstraZeneca on the basis of breaches of the advance purchase agreement. The reason indeed being that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or some terms of the contract have not been respected, and the company has not been in a position to come up with a reliable strategy to ensure the timely delivery of doses. AZ 疫苗甲后面合约是有定向开始有3亿剂交货了后，用对加1亿剂。不过2021年第1季只交付3000万剂。公司表示，合约当中交货目标毋是坚定承诺，也因为早期快速扩大产能的问题，无法度预料有安的结果。阿斯特捷利康对美国的代志回应表示，后面这举动无法律依据，也毋惊拍官司。这疫苗一直是后面免疫计划核心，也是强行和较产车国家的全球策略关键。不过，强会上过慢，让人真失望，也被认为阻碍疫苗注射进度。另外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3日要评估莫德纳疫苗是不是 N 等级紧急使用清单。
这份清单是和各国有依据应加紧进口甲配审定数，因讲是向各国监管机构发出信息，确认这疫苗产品的安全性甲有效性。目前入嚟社会紧急使用清单的新冠病毒疫苗有辉瑞 BNT、AZ 疫苗甲胶生。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自达拉甲合作友邦发起叫做 IA2030的免疫计划，希望透过系统性的注疫苗，在未来10年研究5000万人生命。No one behind in any situation or at any stage of life. 每年4月最后一礼拜是世界免疫周，世界卫生组织提倡注疫苗。佢表示，因为新冠病毒全球疫情，目前有50个国家，差不多是60项免疫运动被迫登记，和2点治变异的囡仔面临小儿麻痹、麻疹、加黄疾病威胁。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辑。再来看2019年香港理工大学正做是反送中运动的战场，带去过去东华路，也毋过香港警方将向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甲迄当时无妨起诉的21名抗争者抓起来。外界质疑讲香港政府是事后搁会算数，也毋过特首林郑月娥是强调讲，伊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办事。香港理工大学2019年因为反送中运动，航空正做第一线战场，遭到催泪弹、水炮车也个汽油弹连环轰炸。代志过17个月，港警立案，无有警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逮捕21名当时因为证据不足无妨起诉的抗争者。21名防逮捕人士年纪是伫17到41岁，除了有理大学生，也有当时负责接送抗争者进出航园的人士，甲一名应届中学毕业生。这名学生也个因为互警方逮捕，欠一节考试，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升学成绩。另外，民间人权电线调查人陈浩环日来到警署报道，表示警方讲民定违反社团条例，要求伊提供组织运作的6项资料，包括收入来源、开销等等，以及活动发起目的等等。外界质疑港警当咧秋后算账，对此特首林郑月娥维持一贯的讲法，支持港警依法行事，包括係索取資料或者日後需要調查咧，就行政長官係唔會評論嘅。無論喺基本法或者喺香港人權法案之下，我哋都係會保障市民嘅自由。但係呢啲嘅各式各類嘅自由咧，唔係絕對嘅，佢都會係依法受到一啲限制。21名理大事件防逮捕的人士，日内暗已經核准保釋。專案將伫5月初4頭一擺開庭，隨着民定成員陸續退出組織，港警佮逮捕抗爭者，互外界看作是秋後算賬的行動，也互香港民主運動佮打上一定烏影。記者綜合報道。美國人口普查局將公布10當一屆的調查數字是顯示講，美國人口過去10當只增加7.4%，是歷史上第2低。這項調查是關係到國會眾議院釋出的變化，包括加州在內有7個州攏減少1席，德州是一口氣就增加2席。10年一度的美國人口普查日內公布調查結果，美國人口總數增加到33145萬人，增長7.4%，是1799年實施人口普查以來人口增長第2低。This represents an increase of 7.4% over the official population count from the 2010 census. This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s lower than the previous growth rate of 9.7% between the 2000 and 2010 censuses. In fact, the growth rate from 2010 to 2020 is the second slowest in U.S. history. 史上上低是1930年的7.3%，也毋过当时经济大萧条，人口增长第一期变慢，随后出现反弹。即马情况无同，是受到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等因素造成。这份调查结果也关系国会释出变化。众议院435席，甲选举总统的选举人团是依据人口数来分配予50州，每10年依照普查结果重新分配。7 states will each lose 1 seat in the House: California, Illinois, Michigan, New York, Ohio, Pennsylvania. So California loses a seat, going from 53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down to 52. Texas is gaining
It actually goes up by 2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这也是加州170年历史以来头一摆减少众议院席次，因为德州、北卡州、甲佛州一样拢是共和党的大本营。这也互2002年举行的国会其中选举，共和党有可能安尼重新摕回众议院的主导权。公视新闻田伟霆编译。来看中国的内蒙古25开始出现沙尘暴、风飞阴影，空气的品质是非常的歹。中国的气象台昨晚发布沙尘暴的纳什警示，提醒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民众上好是唔通出门。咱国的环保署是讲这波的中国沙尘暴加载对台湾无什么影响。黄山袂输敢若一座上百公尺高的大墙，一步一步挖进中国内蒙古的城市，厝拢互伊吞去。日头看，日头也拢看袂到。中国中央气象台26暗发布沙尘暴纳什预警，提醒民众门窗爱关好密。图上这一大片区域都会有扬沙或者浮尘出现，尤其呢在新疆和内蒙古中北部等地还会有沙尘暴。中国中央气象台监测26伫中西部甲东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已经到严重污染的顶级，有一寡所在能见度无到500公尺。坎甸黄山包括甘肃的张掖市、内蒙古的阿拉善盟拢会受影响。甘肃张掖、内蒙古阿拉善盟局地出现了沙尘暴。今天白天，沙尘将会继续影响内蒙古中西部以及西北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将会出现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中国中央气象台讲，这边沙尘暴会和北京、天津甲河北地区出现风飞沙或者是浮尘的情形。严格咱环保署评估讲，这边沙尘暴未对台湾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际上的调查指出，讲咱台湾的生育率是全世界上尾名。行政长苏贞昌今仔指示讲，要来提悬公费产检的补助，扩大不孕症的补助对象。妇产科医师嘛讲现在不孕症补助的条件上过严格，若是放任人讲新生啊婴仔有机会会使增加10倍。美国中情局最近公布2021年全球总生育率报告，台湾调查尾引起讨论。为了抢救生育率，行政院长苏贞昌指示将提悬产检补助，扩大不孕症补助。公费产检补助次数会当增加到14摆，扩大不孕症补助对象，无限中低收入。设排付条款，放宽育婴劳疾停薪，以减轻生育家庭负担。不孕症的诊疗的这个费用，那现行大概是最中低收入户，那这个应该再提高。定的规定太高了，就是说真正来申请的人大概不多，大概只有不到90多个人，但是呢，可以合乎条件的大概只有50几位。那真正能够生到小孩只有7个人，各种身份只要是说不孕的，他就全部补助的话，它可以增加10倍。台湾人不孕症大约占17.5%，去年台湾16万个新生儿，子宫婴儿就占15000外个。不孕症爱面临真悬的医疗负担，人工受精大约3至4万，子宫婴儿大约14至20万。即马卫福部对不孕症翁仔某人工生殖补助上限15万，地方县市补助1万到2万不等，只限中低收入户的不孕翁仔某。妇产科医师陆建学新加坡专门补助不孕症，有希望大大提升生育率。让孕妇花很多时间排产检啊、验尿，可是门诊一样3分钟结束，这样是没有意义的。很多孕妇都跟我们直接反映他们对于生产的位置跟不确定性，还有产后跟家庭关系的改变都会让他们很不安、焦虑。除了增加产检补助之外，生育改革行动联盟认为，有新的妇女人面临产期的生理心理变化，加产后育儿的未知不安，呼吁加强产前教育，纳入助产团体，提悬有新的人身心的照护。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对5月初一开始全面实施猪仔死亡保险买来提悬保险费用的补助比例，按算要投入3亿元的经费。农委会是指出目前有9成以上的死猪仔拢有掌握，未来希望会使100%拢有受到管理。
无希望猪农因为烦恼猪仔死会了伤惨，颠倒甲死去的猪送往无合法的管道来处理。农委会决定5月开始要推出猪仔死亡保险全民纳保，增加理赔额度，以50公斤以上做例，逐只原本赔1200块，即马提悬到1800块。我们会把猪的那个流向会做更妥善的去管控跟那个销毁。事实上，猪只死亡保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有帮助。逐只猪的保费是32块4，那饲500只以下，保费是由政府专业来补助；饲500只以上是依照数量补助5成到8成。农委会有估当年爱开3亿4000多万，嘛强调死猪仔若流入去消费市场，会产生食安问题。希望透过全民纳保，进一步掌握死猪仔的所付流向。大概90%以上我们都有掌握到流向，但是有一些自行处理的，就是我们现在要来刻意加强辅导跟纳入管理的部分。掌握9成以上的流向，安尼其他无到1成是流向不明吗？农委会表示，目前死猪仔进入化制场来处理，达到8成。各部分依法是用大个生物处理，各有焚化炉等等，但嘛承认有缘有一寡比例处理了无够透明。希望透过全民来纳保，会当掌握，拍拼要让死猪仔用化制来处理，达到9成甚至100%的目标。记者林王兴中台北报道。实在保险法已经三读通过，劳工的权益愈有保障。也毋过，立委是指出，一寡非典型的工作者伫台湾是愈来愈多，伊嘛应该爱受到保障哦。另外，关系到艺术工作者权益的文化艺术讲座条例修正草案，今仔国民党团本地是拒绝协商，也毋过后来是决定讲，即礼拜四再来进行党团协商。5一劳动节就要到啊！即在保险法顶一日三读通过，虽然和劳工的权益下出重要的一脚步，不过现阶段包括劳保的改革、非典型工作者爱保障、薪水价爱改善等等劳动5大问题都要解决。即马产业结构豆豆转型，非典型的工作者人数是愈来愈多，艺术工作者就是其中的一种。艺创工会表示，根据统计，2019年有48%的艺术工作者，一个月薪领无3万块。常常由于第一展演机会得来不易，第二人情压力的关系，平均只有27%的创作者通常或一定会签承揽契约。尤其是剧场的创作人，他们签约的比例又更低。近50%的艺术从业人员呢，他没有投保劳工保险，那甚至有一些人是他连缴交国民的年金保费都有困难。有关保障艺术工作者权益的文化艺术讲座条例修正草案，国民党团对文物交易所得分离扣税税率已经是无共款，所以拒绝参加2楼的调解协商。民进党团希望透过修法，去引领国际拍卖中心来台湾，让艺文产业会当成做台湾另外一个护国神山。调解暂定伫29重新启动文奖条例协商。另外，上架工资法，也有敢会当放任工会成立的条件，嘛是民间团体关注的焦点。对岸的中国，他们只要25人就可以组工会，我们台湾还需要3-4个人，连这个最低门槛都没办法降低。职业产业工会甚至他连谈团协的那个门槛都没有哈。受到少子化甲高龄化的影响，家庭照护的问题成做劳工的重担。每一年拢有13万的人因为照顾家庭，走去向死头路。民间团体强调讲，劳动力的市场是国安问题，政府都要重视。伊认为讲，都要精细长照安排假，避免劳动力的流失，嘛当减轻照护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5月初1劳动节之前哦，帮人咧找头路的网络平台调查嘛显示讲，爱上班的日子哦，劳工平均一天是困无到7点钟，大部分的劳工拢感觉无啥够眠。有6成8劳工是表示，因的手机哦24点钟拢开机，嘛有9成2的上班族讲哦，伊捌伫下班以后，佮继续来处理公事。这个有国立资工设施学历的工程师，捌做过科技业激发软体的工程师，主要是负责车牌甲人面辨识的系统。伫工作的压力之下，身体状况是愈来愈歹。去互医生检查，发现是糖尿病了后，先去互公司以绩效的理由来调部门，无甲2天的时间就去互自遣。虽然伊真紧就找到新的头路，所发现去抵着肝癌。手术了后，等去工课场，佫达不时去互头家刁难，果不离终只好离职。要离职的前一天，主管就跟我交接，他就说：“其实我也搞不清楚你在做什么。”
意思就是说，之前骂来骂去都是骂爽的。这个科技专案管理师王铁为着要达成分育基金的目标，牺牲伊休困的时间兼职做翻译，嘛甲身体不好歹去。国外的案主，他可能他的时间在美国嘛，那可能变成说他会联系你，那所以变成说你晚上也要很晚都不能睡觉。那后来我肝指数就是有飙高。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统计发现讲，平日到上班日，劳工困眠的时间就6点7点钟尔，有8/3的劳工讲困眠的时间无够。4/9的人三顿无正常。另外调查嘛发现讲，伫智慧型手机啊，通讯软体、社群网站愈来愈利便的情形之下，有68.2%的人手机啊是属于24点钟开机待命的状态。而且有9%的上班族，捌伫下班了后休困的时阵，继续用手机啊来处理公务。平均透过手机啊，大概月差不多是加用12点半钟的时间来处理公务，等于是变相的加班。这种科技产物普及化下之后的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状况，官方是说可以用这种所谓的通讯软体的截图来申请加班费。不过我觉得实际上真的敢申请的这个劳工朋友，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少啊，所以可能是看得到也吃不到。人力银行表示，这一年因为防疫的关系，不少公司是用居家办公的方式。不过，资方应该更较明确来区分劳方上下班的时间，避免生活甲工课之间分不清楚。也若政府嘛要加强劳检，嘛透过法规持续来解决超时、无付加班费，或者是休困无正常等等的问题，才会当互劳工伫事业甲家庭之间会当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年初到打哦，直接发生7件公安意外，嘛造成9个人死亡。时代力量高雄党部宣布要成立公安的亚白小组，强调讲有人来检举，因就会去调查。化考和鼓励员工也是分边的人检举，时代力量高雄党部伫个劳动节前几天成立的公安业底小组，因为南部办公室统计，年初到今嘛，高雄发生过7件的公安意外，造成9个人死亡。工地现场稽查能量不足的区块，因为再怎么样政府联合稽查，它的频率都有限，它不可能顾及到每个工地，所以如果工地内部的自主管理没有做好的话，公安问题还是会持续发生。公安一直发生，时代力量所发现，市府把召开着加强建筑工地公安方案，讨论出1份工地巡检表，要求工地负责人、职安卫人员甲监责人员，拢要伫巡检了后签名。但是后来监责人员却变成会当由厂商指派的专任工程人员，使得第三方工程的角色无去啊。他也会担心说他各自外泄，事后被老板或者是他的主管去做约谈，很有必要就是由工会来发声了。毕竟我们是一个团体，那劳工局或者劳检处对工会反映的事项也会比较重视一点。希望有一个监造单位人员来签署这个表格，这个我们可以来检讨啊。但目前为止呢，我们也是希望业者能够自律。市府表示，工地巡检表是由厂商初步自我检查，后续市府也是会无定期派人去抽检，若是有无正确，也是疏忽，有缘会当开罚，厂商无可能乌白过关。记者王柳婷并交款高雄报道。桃园的社会主体哦，今年至少会使来提供1500户。最近伫平地长起的社会主体哦，嘛强调讲是头一档采用建筑安全理念内定系统工法的公共工程，希望互民众住了安心哦。那么做伙来了解。甲传统工法无共，工人像跳草稿啊共款，真紧将钢筋模组扭起来，搁用铁丝绑好安。桃园平定1号社会主体是第一个采用建筑安全理念内建系统工法的公共工程，希望将社会主体结构品质搁升级。地震来的时候，你的柱子不会脆掉，不会断掉，它变成像钓鱼竿一样很韧，不会断，让安全有保障之外，房子的防裂防漏水的年限又提升了3、4倍。建筑安全理念协会表示，透过前端工厂生产，先将钢筋模组化、系统化，工人只需要伫工地做上简单的组装就会当。安尼唔但时间较紧，品质较稳定。挑中挑工法，经过国家电子中心试验，控制韧性效果提升挖1倍。目前我们桃园市社会住宅已经入住的有中庐2号、八德1号。今年可以入住的户数将会达到1500户以上，那到明年的时候可以达到将近4000户。
主体法定处表示，保证汤圆社会主体已经大入去有中路2号甲8.1号，拢得到公共工程。今即种的昆程，刷落来还阁有9个工地长日时间，已经启动开会方案，也被发包工程的摇备案，也会继续用心加监督，提升社会主体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东华大学有3个学生哦，因为有伫学校放开交通罚单，因拒绝来罚单，结果学校嘛无要发毕业证书给因。有学生会调查嘛发现讲，全国至少有86间的学校拢会伫校园开罚单，有100多间是规定讲无拿钱就袂使毕业。学生会嘛呼吁教育部跟大学爱重视这个问题。规划汽车、机车停车的所在，伫学校内底开车嘛有速度的限制，为着校园交通安全，真济大厦有车辆管理办法。台湾学生联合会调查所发现，全台有86间大厦有交通罚款，至于大厦敢有订定交通罚款的法源。大学可不可以罚学生或者老师钱？如果真的可以，那到底它的标准、尺度、额度、项目有没有一个原则？学校例子竟然在交通罚款最高到12000元，甚至这几乎是超越中华民国交通法律的一个罚款的金额。大学联指出，进前调查已经发现100多间大厦规定，毕业证前无拿钱，欠学校的钱无法度毕业。考官特讲，去年因为抗议交通罚款是无去拿钱罚款，无摕到毕业证书。其他大厦嘛有学生因为欠图书馆的钱、宿舍的保证金无拿煞，无法度毕业。对此，教育部表示，3月中已经发文予大专来检查校规。学校应该基于教育单位的立场，优先采取这个辅导或导正的方式来处理。如果经过辅导或导正后仍然无效，那再去采取这个学生奖惩的规定来处理。教育部表示，若是学校甲学生的财权关系，袂使甲刊写毕业条件或者是学业证书来做不当的连结。大学联强调，毋是要创造学生会当欠钱或者是欠物件的机会，是要提醒大学莫因为方便违法。大学联即马咧研究无考毕业证书的配套，互大学修订做参考。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地方的新闻，咱来看高雄的新达港区有一个码头的开发案，这片江13个用地，所传出讲国产署嘛已经同意讲要拨予国家海洋研究院来使用，已经准备要招商的开发案临时划停。高雄市政府是表示，因会赶紧来协商。高雄新达港区的开发案，迄阵收做准厂，甲游艇码头 BOT 案。原本由高雄市政府甲国产署约定共同开发，不过即马开发案可能会有变数，因为传出国产署要甲开发案预定用地江13，然后海委会国海院。公13的这一块地，它其实有2个部分了哈，它一个是原来的 BOT 的计划哈，是在游艇的观光哈以及游艇产业的这个 BOT 的一个招标案的一个标的嘛哈，那这个都已经在按照我们的进度在走。游艇码头 BOT 案，2月就要办招商的说明会。若是无江13这个少数较适合来去做准厂的地，可能会影响到招商。但期迈27早起参加海洋科技产业创新园区的立化工程中心动土典礼的时阵讲，中岛就会甲国海院来协商。我们现在在协调双方啦，哈，能够圆满解决嘛，哈，但是大前提是不能影响到我们的 BOT 的一个招商。新达港的4块地啊，毋但有游艇码头 BOT 案，还佫有国海院、国南国造计划的准模型实验室的基地。27动土的立化工程中心会去头一个国家级模拟实际海域的场所，也若中央甲地方政府希望海洋科技甲产业进驻了后，互新达港会当成做新型的海洋产业聚落。不过，即马爱先赶紧解决市政府甲国海院之间土地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凤湾乡一间纸厂，之前因为违法排废水，互撤销执照已经停工真侪档咯。最近业者想要申请复工哦，早起办说明会，也毋过有上百个村民前往抗议。咱干那一种声音，就是讲坚持反对，讲你搁来设这样安尼尔啦。中华县凤湾乡上百个新保村民一透早就来表情，因为东台纸厂准备申请复工，通知村民27号透早要举办说明会，但是村民认为业者只是要找因背书，而且相关的证书无合法，说明会上尾并无开成。
臭味吼是真严重啦，个污水嘛真严重，所以阮才会极力反对讲恁过来大家摄像搁复工啦。国校伫边啊吼，真正袂使，社区就咧支持国校啊，踮遮做啊，伊搁倒伫啊，国校啦走无半人。当地村友表示，东台抓抢几啊年前，还有几啊届违反空气污染，也个有水污染防治法，被撤销相关的许可，但是即马又搁想要复工。居民烦恼嘛是有污染，而且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工厂对面的国小。不过业者强调，这届一定会做到零排放、甲零污染。那现在我们都不排废水了，也不会污染了。那我不晓得现在村民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根据彰化县环保局的资料，东台抓抢为2013年7月到2014年6月，一年间就被查到9届违法排放，排放许可被撤销停工了后，在2017年甲2018年拢捌提出复工，但是无成功。这届复工前的说明会又搁是流会，业者并无死心，表示下一届会伫咧县府举办说明会，但是地方强调，只要业者想要复工，绝对会抗争到底。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美丽湾度假村的争议，后来法院是裁定讲，县政府爱伫今年的6月底之前，用6亿2900万改买起来。县政府嘛已经付第一期的钱咯，今仔进行点交。这个度假村未来是要安怎来使用？县政府是讲哦，会搁甲各界来讨论。美丽湾度假村的扛棒，去年去互台东县政府拆掉。以仲裁结果，县府爱伫今年6月底进前付6亿2900万，互美丽湾度假村的公司，甲建物买倒转来。这个月县府已经交第一期4亿，摕到善款移转，开始清点交付。不过度假村建物大国济，县府表示，可能要2个月的时间才会当完成清点交付。那我们是透过这个我们建筑师工会，然后来协助我们做一个完整的点交，因为牵扯到包含电机等等之类的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不过，甲美丽湾建物买倒转来停书，也有未来要安怎使用，外界也有无共款的意见。有人讲若违法就爱拆，嘛有人讲会当好好运用发展台东的员工。这个程序部分还是必须应该要一直能够公开透明的，然后甚至报告台东县民。讲实在话了，对台东的发展好的话，应该要让它生存下去，变成一个合法的海水浴场。台东县政府表示，爱先完成甲美丽湾度假村买倒转来法定停书，若未来这个建物要安怎使用，会搁甲各界来讨论。不过会当确定的是，美丽湾的3元海水浴场已经完成管理维护，甲8个救生员招标的停书。2月开始会做海水浴场公共设施的征收，按算7月份会开放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减少除草剂对生态影响，花莲县政府规定讲，公园、学校、病院等8种的所在禁止使用除草剂，买人嘛必须按实名制来登记，违法上最会使罚10万块。除草剂虽然除草真好用，不过也有效对环境生态甚至人体可能有直接影响。类这所在只用除草剂，对引起附近民众反弹，所以即马相关的除草方式拢是以人工为主。可能是危险哦，我没有用过。所以你们实际上工作都用手拔吗？对，用手拔会比较安全。对。花莲县府已经伫109年7月15公告，公园、学校、病院、道路、绿地这8大场所禁止用除草剂，佮要求买人爱登记，若是违规，就要罚赔人15000到10万块。贩卖的对象一定要超过18岁，而且实际从事农业的一个人员，那或者是说农药代喷业者才可以来这个买除草剂。那买的时候呢，需要做一些登记。风险要推动农药欠名制已经一段时间，不过目前法令只针对卖农药业者做管制甲处罚，实际对违反也管制用药的人无法则，互稽查人员伫处理有困难。配合中央的做法，主要是针对农药贩卖业者来做一些的进行稽查。那这个部分涉及到民众的后续管控的部分，我们会再持续跟中央来做一些的反映。为宜兰、台北高雄了后，花莲是全国第4个对除草剂涉限的县市，大部分民众拢真肯定。农药行业者是真低调，表示会配合法令。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积电伫台南设厂台南生化炼炭里真做是全台湾上好嘅里。虽然厝价是起价真悬，也毋过遮基础的建设阁真欠缺咯。大伫遮囡仔读册就爱去别区读。也毋过最近总算有国小了，今仔小新国小的炼炭分校举办校舍完工典礼。
台南市长黄伟哲和小新国小联谈分校的学生欢喜互动，囡仔兄囡仔姐笑嗨嗨，因为因期待真久的校舍总算第27启用。这一个里哈是全台湾最有钱的，排名第6的一个里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用高品质的一个公共设施来满足地方的需求。但是坦白讲，教育应该是大家都平等，我们也很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过去因为南科直接发展，互善华的联谈里也对内发挥。里面的年收入平均有168万，有好业人的里，善华台积电的名号。不过大量的人口刷来遮，基础的建设煞无对着脚步。当地囡仔读册该去别区读，经过在地走总，小新国小联谈分校总算完工启用。的这个就学率，我们优先会把它排在第1名哦，可能就不会就是说去南科国小的这样子，对。那而且说新学校新气象。以联谈里来讲，我的小朋友0到14岁的人口数大概是占了30%，那就是15岁到50岁大概占了50%。那整个善化区的人口成长率是整个台南市的第1名。未来才有24班，暂时解决教育的问题。市府也按算伫新的校舍边啊，佮起国中，互教育的环境愈来愈焦长。不过南科为联谈里成大量的人口来大，公共设施、医疗资源又完真欠缺，要安怎甲外地来的人才留伫台南，这是市府爱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内目前的农业区，有一半拢是位伫原住民的区域，而且有真侪农业区拢位伫环境敏感地区哦。嘛，互认为讲有安全的疑虑，有族人就呼吁政府应该爱放零限制。相关的单位是表示会思考哦，看安怎来辅导农业区合法保护环境，嘛来保障游客安全。国内路也是真事件，在疫情的期间，真做民众户外活动的选择之一。目前交通部当地研议相关管制的规则，合法立管农牧，也有林业用地，加多开发小规模的路野区。不过，若是在环境敏感区，就无下用。针对这点，经营路野区的原住民族人呼吁政府都要有春秋来调整环境敏感区的限制。原乡部落人口老化非常的严重。好不容易有一个低度可以开发的一个露营产业，族人都想好好的来抓住机会。只要土地能够活络，并且有限度、有效的开发与管理，才有机会留住族人。我们的土地都在敏感地区，都在山坡保育区。这个土地站在保育区、敏感地区，也不是我们自己要的，是政府分配给我们的。要做产业，要做露营区。你又不让我们做，我们原住民要怎么去生存呢？全地全台湾有1985个路野地，在原住民族的地区都有751间，不过煞有451间，也就是超过一半去互认定是有安全的疑虑。因为原住民的土地大部分拢去互划入去环境敏感区，目前的法规若要做路野区并无合法，所以原住民族希望会当放零这个限制，互原住民族地区要经营路野会当合法。合法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那如果在合理的范围下，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放宽？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功课。今天也会多听取各位的一个意见，那相信我们都可以放在我们的5月的初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当中来做一个就达到一个共识然后技术来做一个修正。行政院交通环境资源处长陈英勇表示，希望会当好好处理路野区目前遇到的难题。行政院嘛表示，在解决问题时阵，也是爱要以安全的问题，这嘛是咱未来爱面对的。那交通部是指出，会听各方的意见，赶紧来做修正，辅导路野区拢会当合法化。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暗时有机会再看到今年出现头一届的超级月娘哦，月娘会比普通时的月圆搁较大较光哦，各位日嘛搁会出现，到时阵哦搁会出现天到食月的天文现象。以地球的角度看月娘的变化，民众会当伫天文馆了解各种天文科学知识。不过，若是要看到搁大粒、搁圆的超级月娘，伫27暗时只要抬头看，就会当看到。满月呢是发生在近地点附近的天象，然后所以是比平常的距离比较近的，所以今天晚上的月亮就会看起来比较大、比较亮。夜空当中用肉眼直接看就可以了。
因为月球是以长圆形轨道随地球咧行，所以每一届的满月甲地球的距离拢无啥共款。平均一年敢若会出现2届至4届。以27个超级月亮来看，是比一般的满月看起来佫较晚7%，而且佫较光15%。今仔日的好时机，若是去烧闪星器。天文馆指出，后个月26满月的时阵嘛是超级月亮，而且还佫会当观测到天狗食月。比今天的超级满月的距离还要再近。除了超级满月之外，它还是今年呢那个台湾可见的月全食。上来的时候，你看到的月亮已经有月食的现象发生了。到时阵，月全食会为暗时6点31分开始，而且因为光线折射的关系，满月的色水会偏较红色，也就是所谓的红月。规个过程差不多是3点钟的时间。而顶一摆超级满月，佫发生月全食的情形，已经有3年，也若后届就要佫等2年的时间。不过天文馆会做直播甲观测，民众若是无法度伫户外看到大粒佫圆咧咧的月亮，嘛会当看直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县伫东国中有一门课安排学生啊去山林测查做木工哦，希望学生啊了解保护树林的重要性，嘛加减学一寡功夫，咱嘛做伙来看卖。然后前面有同学要帮忙看一下锯子是不是很水平，或者是有扭曲的。也不用太用力。听老师讲解了，实际摕锯啊锯树下，其实无遮简单。过来就是入去树林内面熟悉各种实物。一寡自伫东国中来的学生，透过亲身的体验，了解到保育森林的重要。我会想要更珍惜这些就是木头啊，因为当然是自己有亲身去体验过木工的辛苦，还有大自然的不容易。觉得我们要爱护啊，就是更环保一点，不要让树一直被砍伐之类的。破坏整个自然的环境。所来学生利用家己伫咧山顶捡的茶，甲老师同下做伙讨论设计作品，用实际操作的过程，让学生对收集材料到完成作品，拢总家己动手做。直接带着孩子去山上走一趟，就是原来以前，在我们好几前辈的时候。那些在山上工作的实际的状况会是什么样？我们就是把地区有的东西，然后比较实际的给他们看到说，这就是这个地方有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华丽，它就是很朴实，它就长在这边。伫当地的季节林业发展了真好，经过这边的实际参与，学生会让更加了解家己家乡的人文历史，也更加了解家己甲土地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西班牙学校伫过去一冬哦，拢是伫网络上课。也毋过最近有一间小学，就专工找一工，带囡仔去海边上课，嘛，互住伫海边的民众来分享讲，伊面对疫情生活有啥物改变？一边唱调，一边讲头前的铁琴加长琴。西班牙莫尔西亚自治区一间小学。为了要互学生居家防疫的心情较放松，带学校内面3岁到12岁学生去当地海沙坡上一天户外教学。Prefiero estar en la playa porque aquí me siento más relajado y me siento más a gusto. Porque en vez de estar en clases, dando clases ahí, pues mejor estar aquí para hacer clases al aire limpio. 伫咧过去一年，西班牙为了防疫，学校拢是远距教学。疫情较稳定了，伫咧学校上课又原来保持社交距离。为了要互学生感受上课的趣味，决定伫咧海沙堡上一堂课，甲学校的桌啊、椅啊，加简单的家具搬来，互8班的學生伫無共區域體驗。It's safe. Children are having a great fun. They are like unbelievable learning because what they learn here they don't forget. It's something. It's unbelievable. 除了按照教学进度上課，學校也甲當地居民溝通，互居民裝扮成做羅馬時代士兵，甲囡仔互動，居民也教學生安怎求生。Gente del pueblo, pescadores, enseñaron a los alumnos cómo se pesca, cómo se vive, cuál es la economía que tanto se está sufriendo y cómo ellos mismos han sido capaces de darnos de comer en etapa de pandemia. Es importantísimo que ellos sepan, los niños,
que no está el pescado en el supermercado, el pescado está en el mar, hay que sacarlo. 學校講，這種上課嘅方式引發學生學習嘅興趣，也真希望會當擱再去海邊啊上課。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下半部嘅天氣，咱來看個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24度，上懸29度。中部地區上低25度，上懸28度。南部地區上低25度，上懸30度。東部地區上低22度，上懸27度。外島地區上低20度，上懸26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第幾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